就是每日互你穿甲水水，行出门会当甲人来比拼，站在人海中，你可比上光的一粒星。 是无相生的命，伊着要互你好命，你敢知影？阮的心肝，为你精心付出有偌大。 伊就是吼，罗叔的伫台湾得娶的某啦。啊，你叫伊吼阿必婆就好啊。秀兰姐啊，你好。罗顺的弟仔唔知好无？哦，好，差第一烧酒袂下两啊。苏州。 你就甲我讲要去台湾，哪会去苏州卖鸭卵？无啦，可能的吼，伊的意思是讲罗顺伯吼，伫咧台湾生活了真好啦，大狗食，大狗做咧，身体阁勇健，哦，迄面啊吼，红高赤赤了，哈哈，伊阁加一步吼，大狗煎鸭卵了。是啦，大妈，啊，阮爸爸吼，逐工拢足想你，足思念你的呢。对啦。多谢你。先坐啦，系啦。秀兰姐啊，哎呀，敢会无看到建华甲月英啊？哟，嘿，拢无看呢。因无伫咧啊。啥？因无伫的，啊，唔去对？我嘛唔知。啥？唔知？啥呀？啊，伊有寄钱甲写批互你无？无啊。 啥话啊？你也听我，听我卖啦。我也无写批，也无寄钱互伊啦。好，我这两个实在够不好的对啦。放个老大人当遐啦。这生啥物体动啦？你也看啦。唔是啥？阿姑啊，迄家仔拄啊，唔是我第个姑的囝呢。迄若讲我的囝，我怎啊杀咧？我怎啊给拍死？有影？第个姑啊，你是来探亲，但是来拍人个？ 哇！等一下去了啦，拢去了啦，这抓哦别走的啦。可能的，啊，你较点的哦。哼，秀兰姐，看因人伫什么所在，你甲我讲，我想尽办法甲伊找回来好。你若讲到因两个，我的心内就真艰苦。秀兰姐啊，对了，你甲这吼代志吼详细咧讲一遍啦吼，阿必婆吼。 甲因这家人吼，拢等台湾来，无条条吼会甲你斗3工呢。甲我斗3工。对啦，阿必婆这回来大陆探亲哦，目的就是代替罗顺伯啊，要来看你，啊，甲看恁囝呢。啊，伊这回还袂见到恁囝呢，那怎啊转台湾哦？啊，是要安怎向罗顺伯啊交代啦？阿必婆，你讲对唔对？对，是啦姐啊，你甲我讲，我想尽办法带伊倒转来。 甲你一家团圆，吼！恁的好意，我是真感谢你。伊若会倒转来，早就转来啊！我想哦，你若是规定，搁再倒转去台湾，无咯。转去台湾，哦，我这边来用呢，这抓我要背后要回来大陆吃吼。阮的故乡是安尼跑放安尼乒乒乓乓哟，一无简单要拼来到遮呢。 啊，人还袂看到你叫阮倒转去，吼！啊，今日转去故乡哦，迄个故乡遐人安尼甲笑都笑死啊啦！啊，春啊，我安尼讲对不对？是啦，大妈，就算讲有一点仔希望吼，我嘛要试看卖，要继续找。对，春啊那吼，讲话上道理啦。啊，咱无试看卖，咱哪会知讲代志会成功也袂成功啦？是啦，是啦。只要吼，咱有信心哦，我相信啥物代志吼，咱一定做会到啦。阿美婆啊。 你讲我讲安对无？讲安尼有理。
好啊，这机会一个好。是啦是啦，拜托你啦。人阮囝是真友好啊，怎会会离开我？是为着我失落去迄个查某孙啊，阿辉的。好贤啊，是总贤啊，阿辉，着因老母哦，家己带去庙的，讲要拜拜，也才自然来信落，拜啊直找拢无，到倒转来厝的，阮囝甲阮媳妇才甲我参详，讲因要去做生意，哪做生意要哪找阮查某孙啊？为着要找迄个查某孙啊，也呢直直搬山厝，一位搬过一位，拢总找无。起头也定定寄钱转来互我，寄批。即马莫讲寄钱，参一张批就毋捌寄转来。我想是发生代志。太安尼，月英啊，即马人伫倒位？月英啊，我嘛毋知影，知影我嘛袂甲恁讲。莫问我。这是，安尼，建华哦，有几个囡仔？建华有3个囡仔啦。3个囡仔？也阮囝啊吼，是大埔的大汉。也2个查某，一个去互伊失落去，也一个伫我的身躯边。也阮囝啊是细汉的时阵，真爱学调琴。最近有听伊伫咧讲，住伫咧惠安调琴手。妈，我出去，小弟随你吧吼。无你要倒咯？出来啦！无啦！出来啦！你找我心？是啊，请问有啥物代志？我希望恁会使紧转去台湾。等于台湾是安怎的？你毋免问我济。你到底是啥物人？我叫美仪，陈建华是阮老爸。你是建华遐个囡仔？原来咱就是一家伙啊！谁甲你一家伙啊？你，阮阿公是一个无负责任的人。你误会啊！其实恁阿公因真想你，真关心你，而且你骗我！恁即爸转来，伊为啥无转来看阮？你讲啊！你讲啊！我就知影，阿公一定是不爱治阮啊！安怎？我无讲毋对吼？恁根本就是假真假答。谁知你即边转来台了，到底有啥物目的？你讲，到底啥目的？阮这回来台了看恁是心心心意，你是毋是会应甲我讲？恁爸爸甲恁阿哥即摆人伫啥物所在？毋免讲啊，我根本就毋知因伫倒位。就算讲我知影，我嘛袂甲你讲。你真是毋知因是伫啥物所在？我甲你讲，我毋知就毋知影。你转去就是啊。啊，春啊，咱是走迄队啦！你看你，咱人是走迄队啦。哇，实在。春兰啊，哦，春兰，好人大家要紧张。嘿啊，是啦，大家安尼话要紧张，是你走对。妈，我无啥代志啦。啊，恁即摆安怎？来惠安调脚手哦。对，咱来惠安调脚手。真好，真好。好，这摆无简单咯，会当找到这小女儿啊！紧来，叫车，叫车。好。我真是的。出来安尼，感觉也好。这钱你摕来，叫伊吼，我修理你咧。车底的物件，拢摕来好啦，拢摕来。叫我睇，无咯，阿伯婆啊，安尼来对。一旦你有这个生意要甲伊帮忙啊，钱吼，啊甲车底物件，毋着你本人甲送伊才有生意，对不对？叫我睇哦，无意思啦。春兰啊，你讲对不对？李哥哥啊，喂，我知我妈的意思啦，我莫想讲家己送钱互伊，惊当我歹势收。妈，是毋是安尼？对啦，你干嘛阮春兰啦？较知影我的意思。来，咱拜托拜托。等阿伯婆啊，免拜托啦。阿伯婆啊，好，你做人哦是糟糕好就对，啊无规气安尼啦。
我陪猪哥孙的吼做伙来去，我相信吼，我甲讲吼，一定会接受的啊。安尼则拜托你，拜托你。嘿嘿哎，拜讲，今天万一若唔收哦，你甲讲这钱就是罗顺的，寄要互的，叫伊一定爱收起，无收起袂用的。你放心，这我一定会甲讲的啦。就是啊。猪哥孙，行行，做伙来去啊，行。我来去啊。秀兰姐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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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这件物件啦。我这阿伯伯的心意啦。袂用的啦，我袂用。我紧啦，我紧啦，来，嘿嘿。袂用来收。我就免去收啊，无要紧啦，物件得摕啊，你来。然后啦。无要紧啦。啊，昨日讲啥物歹势？阿伯伯啊吼，佮再三的交代，讲无论安怎叫我这钱哦，叫你决定爱收起来。袂用的，我无论安怎袂用甲收起来。无论啥物免去收，我袂用你无收我当然免我的阿伯伯咩啦。袂用的，我袂用甲收起来。哎。就收。秀兰姐啊，秀兰姐啊，我甲你讲一个啦，来啦，秀兰姐啊，这吼，这就是吼罗顺的一点心意，这钱你也无收起来吼，罗顺会讲你看不起伊啊，所以你一定要收起来。袂用的，我袂用甲收咧。无啦，你我袂用甲收啦。哈，你用地钱。我用地这等下无要紧啦。秀兰姐啊，你这吼一定要收起来。你看嘛，你这厝有无？你拢破无？啊，像迄冰险也是破，你甲翻翻的吼，另摆罗顺也来看你吼，一定足欢喜的，对无？对啦。好，所以这吼无论安怎，你一定要收起来啦，收起来。秀兰姐啊，收起来好。收起来好啦，好啦。不要紧啦。无论安怎，我就袂用甲你收。无要紧啦，无要紧啦。这收就收啦。既然你甲讲到安尼吼，要无我就甲你收起来。呀，你若转去哦，才代替我甲罗顺的讲多谢啦吼。会啦，我知啦。要是讲这话哦，有阿伯伯啊，甲我猪哥舅啊哦，你要甲你斗找人的代志啊，你做你放心，等厝豆啊等，唔免几工哦，我决定就将人带转来教你的。多谢。免是多谢，啊我啊行。好，秀兰姐啊，毛要来去啊哈。我来去啊，来去啊，好，身体要保重啊。行。要呀，你若转去哦，呀你就甲罗顺的讲啊，叫伊讲若用哦，就赶紧转来抱我，较紧的吼。好啦。阿พี่บัว是人也真好。幸福厝有偌大？这个惠安淑棉青椒啊，哦，安尼啊，嘿咯，你也看嘛，你有看到无？大家哦，有够认真咧做工课，你也看卖啊。嘿，大家哦，拢做艺术的天才呢。阿伯伯啊，嘿，好嘞。
你无啊？我刚才规个去了了啊啦！啊，咱要找文庆啊，啥物讲文庆已经无住伫遐，啊，即摆毋知走去倒位，安尼是要安怎啦？简单啦，按即摆开始哦，咱要去找人啊，开始来佚佗。可以说啊，我们去游戏。是啦，咱即摆来吼，目的就是要找罗顺的遐个亲情哦。啊，即摆人找啊无着，我有迄个心情佚佗着。好啦，我妈意思是讲吼，来当甲遐人找倒来团圆哦，安尼才对得起阮爸爸啦。对，无论安怎，咱决定爱就将人找着哦，才会用钱。请妈祖的人拢要转去台湾啊，啊，我人搁找啊袂着，安尼要安怎着好？了，安尼安怎？阿碧婆啊，无过去安尼啦，咱拜拜了后吼，我较来甲王董的讲叫伊吼先请妈祖的老爸老母转去，等若找着人了后吼，咱嘛随转去安尼。安尼好，安尼好，那拜托你，拜托你，无要来二酒，咱即摆紧来去啊！好，行，来啊，行。啥话啦？你都有代志啊哟？我，咱借问一下，啊，你找王董的哦，啊，你有甲咱讲交代讲叫伊找阮二村啊，顺续讲一下无？有啦，我拢讲好啊啦。而且我都甲王董讲哦，你若找着人了后吼，下暝转去安尼啦。你是咧紧张啥话啊？你对无？唔是我紧张啦，阮二村啊吼，迄查人哦，翻的对。哎，若无我讲一哦，到时迄5岁我就食力对。好啦，可拉个啊，啊你这较无要紧啦。阿姑啊，啊你有甲交代讲哦，叫伊去甲阮弟哥来惊讲哦，迄只弟哥就爱甲我顾事事，甲我顾好势无？因为迄只弟哥哦，我顾20年啊咯，迄阮拢哦。你拢做有感情对无？内行的。有啦，我拢交代足清楚啊啦。有影。好咯。食，啊，咱即摆是要倒遐找人？妈，咱这先来找建华，听讲哦，建华对煮食真内行，啊，遮哦米酒离泉酒近几啊尔，我想哦，咱泉州餐厅找应该是找有啦。泉州？好，咱赶紧来泉州。行，来去。好啦。
弟孙啊，要赶紧来庙接阿碧婆因转来啊！男朋友啊，免安尼赶紧啦。是安那啦？免去接啊，阿碧婆无转来啦。啥？阿碧婆因无转来？因一家人拢也无倒转啊。我有听当时你咧讲哦，讲阿碧婆啊吼，伫大陆找着迄个罗孙伯啊因某，啊毋过吼因囝孙仔拢无甲伊带斗阵咯。啥？因囝孙仔拢无甲伊带斗阵啊？系啊，所以阿碧婆决心吼，要带大陆找着因一家人了吼，互因一家口的人拢团圆了，啊，才要倒转来啊。大陆遐尼宽，是要去倒去找人？